我野球好野球，无野球就水母落高，四母落翻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收看第5届徐生明国际少棒锦标赛。比赛的地点呢是在我的故乡高雄美浓。这场季军赛呢是由嘉义的和兴国小对上的是高雄市的中正国小，来争夺本届赛事的最好的名次啊，季军。我是齐丹念，我是徐占元，而在我身旁呢，为您请到的球评呢是拉巴潘中伟，老板你好，长哥好，大家好，我是拉巴。好，长哥好，大家好，我是拉巴。是的呢，我们是跟拉巴也是哇，连续好几届了，一起来到美浓来转播徐生明国际少棒赛了哈。那其实呢，拉巴过去也是徐生明徐总教练的麾下的子弟兵啊，排第4棒的哈。对，打职棒第1年就是徐总带的。对呀，所以一开始进到职棒，所有的知识都是徐总给我的。是，好，那现在呢，在现场呢正在介绍，也让这些小朋友们能够感受到尊重哦，在一一的唱名介绍。打季军赛的2支球队的球员进场，身上那件衣服真的买不到，对，只有打进4强才有这种荣耀，可以穿上徐总的85号。没有错哈。我们也来看一下现场介绍这些小朋友们。第7棒先发左外野手决备号7号林浩平。第8棒右外野手决备号11号李怡修。第9棒担任中外野手决备号12号吕冠廷。也欢迎和兴国小总教练洪松志总教练。形成投手士气高昂的和兴国小，要来挑战的是本场次休息区安排在3垒侧这边。担任先手的球队，一起掌声欢迎，也是我们的地主球队高雄市中正国小少棒队。先欢迎中正国小今天非先发球员以及教练团成员来到我们的3垒线边。紧接着要为各位介绍的是中正国小今天安排于先发阵容 ，Starting Line。第1棒捕手决备号2号林少荣。第2棒左外野手决备号7号陈柏儒。第3棒右外野手决备号3号林德玉。第4棒一垒手决备号10号许祥军。中正国小的先发投手担任第5棒决备号1号陈善宇。第6棒先发游击手决备号6号林少威。第7棒3垒手决备号5号蔡成荣。第8棒2垒手决备号14号杨玉祥。第9棒先发中外野手决备号8号朱玉成。欢迎中正国小总教练游生平教练。接着为各位介绍本场是辛苦的4位执法裁判老师，今天担任主审李英忠老师，来自我们台湾。And that's the best umpire， 今天的1垒审 Robert Ducksworth from the USA， 来自美国。今天的2垒审黄秋荣老师。And the best umpire 3垒审 Choi Chi-hwan from Korea， 来自韩国的3垒审裁判。双方球员请相互握手致意，精彩的这场比赛马上要来展开。Let the games begin。高雄美浓国中马上要进行的是第5届徐生明国际少棒赛的季军战呢。虽然在今天11月28号礼拜2稍早之前，2支队伍呢都是在4强赛落败。不过呢，其实4强赛落败就要打季军战啊。其实我都会鼓励他们，然后把眼泪真的要擦一擦。真的，因为马上就要比赛啊。对。但是我真的很喜欢在这边比赛的氛围啊。因为在这边真的不是只有球技打球而已，来到这边还可以跟各个不一样的地方来的选手交流。
而且还可以作文比赛。我在这边要拿到比较好的成绩，真的要云武。哦，那这场季军赛呢，也有一个开球仪式哦。哦，转呢，林奕泉，对他对于徐生明，总教练呢也是非常的感恩哈。那其实呢这几年呢，转呢都说他在职棒啊，就是每打一站打就要捐500块钱哦，那累积最多10万块钱，已经连续捐了2年了哦。然后都不足了，他自己补上去，真的，就是来特别支持徐生明棒球协会。哇，这个开球，这个有当投手的潜力啊。是哦。对啊，你看这几天下来，林奕泉呢也都是在高雄啊陪着师母哈。那在这次的比赛是有多有帮忙。也特别为这场季军战来担任开球。对，这几天的活动，徐总曾经带过的选手也都一直陆陆续续有回来啊。对，其实甚至包括旅美的林子伟、胡志伟，对他们都一起来参与这一届第5届的徐生明国际少棒赛。因为林子伟当然在今年2017年是在红袜队哇上到大联盟哈。不过呢，他说他在过去呢，他也是高院毕业的嘛。然后呢，当时在义大的时候，就是徐总还在带义大的时候，春训的时候，林子伟就有跟他们一起练球。对，所以他们林子伟虽然真的年纪很轻但是跟徐生明总教练是有所交集的。好，为大家来介绍一下这场比赛担任先攻的嘉义县和信国小的先发打击顺序：第1棒是李冠廷，2棒卢启华，3棒是李安嘉，4棒是林世凯，5棒是简奇恩，6棒是李冠霖，7棒是林浩庭，8棒李怡修，9棒是吕冠廷。而至于先防守的高雄市中正国小的防守阵势先发投手陈善宇搭配的捕手是林少伦，1垒手许祥军，2垒手杨玉祥，3垒手是蔡成荣，游击手是林少威，左外野手陈柏禄，中外野手朱玉成，右外野手是林德玉。哇！不过呢，能够打到4强赛才可以获得至高无上荣耀，可以穿上徐总85号背号的球衣。哇！所以这些小朋友们呢，虽然大家都是85号。但是呢，也应该也感受到徐生明总教练的一股精神对，尤其来到这边参加比赛，一开始还有一些不一样的活动，包括作文比赛、拔萝卜比赛。对，我觉得客家踩街，小时候打球就是有这种感觉，他们会记一辈子没有错。好，比赛开始了，一局的上半，嘉义县和信国小的进攻，场上打击的是李冠廷。投手正面的滚地球，投手接到之后传往1垒，刺杀出局，一出局了。刺杀在1垒形成1人出局。不过其实呢，在这一次的比赛当中嘉义县的和信国小整体的表现呢，真的是相当的不容易啊。因为这一次的比赛呢，哇，总共呢也分了，不光只是在美浓国中的场地因为真的参赛的队伍非常的多还有到高雄市的立德棒球场那高雄的这个冈山球场顶庄球场都一起来进行。而且尽量让学生有多比赛的一个机会，所以预赛是采取循环制的。对，每一个分组这总共有8个分组，每一组呢4队，就4、8、32队还包括有日本的中野国小韩国的国小丽水溪国小。所以这真的是徐生明少棒赛第5届，迈入第5届了那也越来越国际化。那甚至呢还有外国的裁判他们都是自费对，这次小马联盟的裁判主动过来对啊，真的是令人非常的感动。对啊，包括了有像是今天担任1垒审的美国籍的 Robert 先生，3垒审是韩国籍的崔智焕先生。那今天担任主审的是李英宗先生，1垒审是 Robert 先生，2垒审是黄秋荣先生，3垒审是崔智焕先生。
在目前担任进攻的嘉义县核心国小，他们在预赛的时候呢，15比2击败了云林的包中国小，然后6比5击败了桃园仁善国小。 然后在第3场的预赛是2比9输给了高雄复兴，不过呢分组4队取2队，他们还是晋级，而且还一路打到了4强。哇，不过中正国小手背很确实，对，而且刚刚的弹跳算得很好，所以他的传球的脚步是很顺的。编号10号李安佳2出局了，打球轮到是第3棒的李安佳。那核心国小呢打到了 复赛单败淘汰的比赛了，16强赛5比1击败了台东丰田，也是强队啊。然后8强赛11比5击败了桃园的华勋国小。然后今天11月28号稍早之前的4强赛是以4比11输给了韩国的丽水溪国小。也就是说呢，等一下11月28号我们下午的冠军赛，韩国丽水溪要对上的是桃园龟山。 哟，这个球结果没有能够接到，对，不好接，因为二垒手在把头抬起来的时候，刚好面向阳光啊，对，所以这一球比较有机会是右外也可以过来接，但是因为距离真的很浅。游击手6号林世凯，二垒手，对，未来这个比较默契的话，应该是由外野手来喊声哦，比较好处理，他也不会被阳光遮到。 第4棒的林世凯打第1球，哇，也落地了。原本在1垒跑者2出局之后，现在抵达了3垒。哇，多这个传球啊，让1垒的跑者又上到2垒。对呀，安打2出局之后，连续2支的安打攻占了2。所以常说棒球是团体的运动啊，所以在旁边像游击手就可以跟2垒手说这一球来不及了，可以跟他说不用传了。对，所以一看到感觉有机会就传到3垒啊。 有时候小朋友真的在临场的时候，会可能想的没有那么多，一看到有人要跑3垒，就急急忙忙的就想要传3垒，就忘记了其实后面还有一个跑者，他原本可以只停留在1垒的，结果让他跑到了2垒攻占得点圈。不过现在投捕手陈善宇面对第5棒的简奇恩，2颗好球没有坏球，球数绝对领先啦。 通常少棒这时候可以投开一点，引诱打者来挥棒啊。哇，结果是哇，2垒手手套都掉了，没有接到球，垒上2个跑者都回来得分。哇，嘉义县核心国小在1局上半2出局，然后垒上都完全没有人之后，接连得到了2分。这边呢，记录组老师给2垒手的失误。对。 因为这个弹跳算比较好接啊，虽然区前呢，这个弹跳算是一个2垒手的失误。这2垒手很忙哎，跟某喊哦，我们在这个客家话，这边是高雄美浓客家人呢，这个某喊就是很忙碌的意思。这是他的3个 play 都跟他有关系，对，都跟他有关。 我们怕就是没关系哦，不要紧哦。对，要像展哥说的，现在就是专注，因为接下来可能还会打到他那边的。所以以前失误的时候，旁边就是要用声音来跟他说，哎，接下来球要打来，要注意哦。 投手正面，投手自己来处理啦。接到球，传往1垒刺杀了打击的第6棒李冠霖。不过在1局上半啊，嘉义县核心国小就攻下了2分。我们先休息一下，再来看1局下半高雄市中正国小的进攻。
上练投的是核心国小，今天先发投手别背号9号简奇恩。欢迎再回到高雄美浓国中，您现在所看到的是第5届学生民国际少棒赛的季军战。这场比赛进入到的是1局的下半，高雄市中正国小的进攻了。在1局上半，嘉义县核心国小是攻下了2分，中正国小的先发打击顺序。中正国小的先发打击顺序，第1棒是林少伦，2棒是陈柏如，3棒是林德玉，4棒是许祥军，5棒是陈善宇，6棒是林少威，7棒是蔡成荣，8棒是杨玉祥，9棒是朱玉成。好，至于在核心国小的防守阵是先发投手简奇恩搭配的捕手卢启华，1垒手李安豪，2垒手李冠霖，3垒手是李冠廷，游击手林世凯，左外野手林浩庭，中外野手吕冠廷，右外手是李怡秀。好，核心国小的先发投手简奇恩，我刚刚看资讯测他身高160公分，想说怎么可能？没关系，还会再长高哦。帽子是戴蛮高的，不过好可爱哦，这位左投手呢。场上打击的则是林少伦，希望是一个目标了。嘿，一个目标哦。那现在哦，其实台湾真的是因为少子化的关系哦，这个棒球队其实教练呢，少棒教练常常跟我说，他们现在欠缺经费已经不是最缺的了，最缺的是人。对，所以每年学长毕业之后，教练就很头痛，要找人，而且现在学生当然打球的意愿很多，但是学校也跟着变多哦。所以其实，在过去呢，大概是小学4年级开始练棒球，就是接触那种比较正规的训练了哈。那现在呢，年龄有点下修，甚至有听说到2年级比较偏乡地区的学校，2年级的时候就加入棒球队了，让他来玩球啊。对，那时候是玩球哦，让他喜欢这个棒球的所有一些让他开心的东西啊。对，2年级还是不要晨操好了，真的哦，不然第2天就不来了。对啊，那慢慢3年级再来接触，对，再多加一点点的分量的训练就好了哈。好，这个小投手啊，左投手简奇恩，哇哦，一开始投出了4坏球保送。地方的林少仁获得了4坏球的保送。中正国小上场打击第2棒左外野手7号陈柏如。这个上到1垒的林少伦就很正确哦，他看那个暗号刚刚可能没看清楚，举手再发问一次，要让教练知道你现在看完暗号，有些是摸，比如说摸帽远，知道说我看到了，那跟教练回说我知道暗号的一个内容。那如果不知道的话，就像展哥说了，可以把手举起来，再发一次啊。对啊，就是最怕说不敢问啊。那刚刚看到底是什么啊？似是而非。对啊，随便猜一个好了吼，这样就不行。随便猜一个。对啊，因为我们说某坤斗啊，就是客家话说没看到啊，某坤斗。我认为呢，就是要怎么办呢？那就是要勇敢的要再问一次，不要怕。你讲到我们小时候心声了，真的会很怕说，有时候不敢问，真的就是猜一个。对哦。所以自己都要学会当教练。如果是教练，这时候下什么战术比较合理？可是这是不正确的啦。对，没错。哦，所以最正确就是像展哥说的，把手举起来。对，再问一次。对，不要害怕。你自己猜，要是猜错了，跟教练下的不一样，你就回去就有的瞧了。
刚经由展哥讲的那个以前打球的记忆全部都回来，难道拉巴打哨棒的时候看不清楚暗号，你就偶尔还是要猜一下，就猜一下说，哎，原来是盗垒，不可能教练下盗垒给你的嘛。展哥，你讲这个，我们小时候会有小剧场，一垒有人没有人出局，如果没有跑，那应该就是短打。跑了你就知道应该要打下去，应该有可能是打带跑。你说在打击区的时候，对。这一球投手挡了一下之后，传往二垒封杀，一垒这边哇。一垒这边是 safe， 投手啊，简奇恩的手背还不错哦，先挡一下还来得及。但这些动作，但慢慢练会更顺畅，甚至有机会双杀。但是简奇恩整个处理已经非常好，接到之后传得够准了，那包括二垒手也确实接到球之后才做下一个动作。我不会急着要双杀，变成 all safe 的一个情况。这个球投进去了。打击的是高雄市中正国小的第3棒林德玉。我看起来简奇恩都把球压得很低哈，很刻意啊。而且这个小朋友，我觉得他不错的地方是。投球的节奏自己掌握得很好，不会拖拖拉拉的啊什么的，而且投球的协调性也很好，他的动作是蛮顺畅的。很期待的就是慢慢在长高。哎呦，哇，这一球非常强劲，打穿了中路地带，形成了安打。原本一垒的跑者，哇，绕过了3垒，现在要回到本垒得分。连打击的林德玉都上到了2垒，中正国小追回了1分，1比2，剩下1分落后。哇，真的很强劲，他一路滚啊，滚到全垒打墙啊。这中间呢，等于是3道防线，真的3道包括投手、二垒手、中外野手，都拦不住这颗球。因为滚得真的太强劲了，一个2垒安打。所以你看，一垒跑者就跑了3个垒包回来啊。对啊，连跑3个垒包，连踏3座城池回来得分。打击轮到的是第4棒的许祥军。这个身高有够高的。对呀，国小175，对，175公分呢。这一个球也打的是超级霹雳无敌宇宙世界高啊！结果右外野手没有能够接到，二垒跑者回来得分。许祥军也抵达了2垒，2比2，双方平手了。这个球真的打的超级霹雳无敌宇宙世界高了。因为2垒跑垒员呢在看右外野有没有办法接到，所以他最后是停到3垒。所以3垒指导教练跟2垒跑垒员大概沟通讲了一下啊。所以刚刚那1分并没有进来，这是比较少见的啦。对，他又怕被右外野手接到，让他停在3垒。所以正常来说是离垒在安全的距离。那刚刚右外野手是扑下去，所以机会回来是蛮大的。因为如果光纯粹以那个记录来看的话，那是2垒安打，因为打者已经跑到2垒了啊。本来在2垒的，理论上推2个垒包应该就回来得分，所以跟1出局、2出局有很大的关系。1出局就必须要判断，2出局的话，就像展哥说，一定可以回来得分了。没错，轮到的是第5棒的陈善宇，也是中正国小的先发投手。这个有高飞牺牲打的机会了。看左外野手，哇，结果打到手套没有接到。哇，这第2分又会回来了，连打者都跑到3垒了。这个要记一个球被失误了因为在空中停留时间还蛮长的，结果没有接到3个垒包的失误。当然，在真的先来看一下真的是。高飞牺牲打的距离是有，所以在记录上面呢，陈善宇是继
高飞牺牲打哦，它是不计打数，或者说打击率不会下降。那也有打点，对，但是上垒是因为失误上垒。这边跟大家也解说一下，他还是有打点的。因为一人出局，3垒有人。所以棒球真的很好玩了。哎呀，出局数不一样，或者是垒包的数不一样，就会有不同的结果。哇，这边中正国小火力全开了，第6棒的林少威，一棒右外野方向的安打，3垒的跑者回来得分。马上现在4比2的超前了。中正国小持续要来进攻上场打击，第7棒3垒手5号蔡成荣。这个平飞球就打得很好。这球真的打得很好。第一局两边手背上都有出现一点失误哦。到垒。中正国小的刚打出安打上垒还盗垒的林少威这个运动能力非常好。又是左打又是手游击，这个名字大家也可以稍微记一下以后各个层级应该都可以看到他的一个表现呢。对啊，有机会其实少棒你看比赛节奏非常快，而且投手也不会拖，所以很多的 play 就一个接一个，没错，真的很需要专注。所以真的。小朋友脑筋也要动得快你不能再想刚刚怎么样，接下来怎么样这真的要动很快的脑筋呢。现在如果球打过来，我要传哪里，要干嘛丢人呐，丢人呐！出生球，打中了第7棒的蔡成荣。我看起来是打到靠近屁股的一个位置啊。第7棒蔡成荣，有投手也有脱帽致歉一下。现在蔡成荣没有太大的问题。后腰那边触身球啊，但是他的一个闪躲的一个动作做得很标准。他往后转，然后让肌肉比较大块的面积承受球的一个触及。对，因为这个其实有科学根据的，我们人体的重要器官都在正面，腹部这边呢，所以呢，当球过来的时候，所以你就必须要这个转过身来用背部那边比较肌肉的地方，避免这个重要器官正面被击中。现在换代跑了，小朋友赶快换下来。中正国小接着上场打击，第8棒2垒手14号杨玉祥。换上的是陈定军，9号。当然现在下场就要赶快去稍微冰敷一下目前也还只有1出局中正国小1、2垒有跑者。打球轮到的是第8棒杨玉祥。熬斗，哇，这边呢，和金国小用一个双杀守备来化解了再失分的危机。中正国小一局下半时攻下了4分，目前一局打完4比2领先。并且一口气的超前目前
第5届徐生明国际少棒赛，哇，我们还有空拍机的镜头哦，各家电视台，包括博斯运动网，还有很多的，包括网络平台啊，麦卡贝，哇，真的大家一起共襄盛举，希望能够把徐生明总教练的精神呢继续的延续下去。在进入到第5届了，本届的主轴是感恩跟传承。那从11月25号礼拜六啊，就在高雄美浓徐生明总教练的故乡啊，也是展元的故乡，开打之后到今天11月28号礼拜2最后一天了哦，要产生冠军队。这一球打得非常顺畅啊。此外也方向的安打，嘉义县核心国小的第7棒林浩庭率先敲出安打了。挑第1球就出手，两边第1局到现在，其实两边的攻击也都发挥得很好。李宜修，现在是2分炸球，哎呦，丢人呐！出现了触身球，上方核心国小无人出局，攻占1、2垒，没得闪呐。接着要来上场打击第9棒中外野手12号吕冠。但是小朋友精神可嘉，出生球之后马上就跑到1垒。对，哦，我刚刚也闪得很快，所以短打的战术也有可能持续出现了。对啊，轮到第9棒啊。对，因为现在2分的落后哈，所以先得分，再想办法没有人出局，1、2垒有人的情况之下再做推进了。吕冠廷哈就136公分高而已哈。我刚刚这个短打没有点好，是整个重心啊一路的出去啊，所以短打的时候你其实可以站在原地等球进来，轻轻把它碰一下。哎，点下去了，漂亮，哎，成功啦。李冠廷精彩的牺牲触局，往前达到了推进的效果。核心国小2局下半形成1人出局，教练也会非常的满意。对哦，这个是攻势的一部分。核心国小的打击轮为第1棒开路先锋3垒手1号李冠廷，所以安打、触身球再加短打3个上来的一个打击者都有贡献。那轮回到第1棒的李冠廷。李冠廷上一次是投手正面的弹吊球遭到刺杀，内野防守圈，哎，还趋前呢，哦，又是一个触身球，太靠近身体了，感觉是插到他的帽檐，头盔的帽檐。核心国小目前形成了满垒，其实投手球速是蛮快的，核心国小接着上场打击比较麻烦啊，2号2次的触身球。对啊，这一局已经2次了，第2次的触身球了。满垒啊，一出局，轮到第2棒的卢启华。我刚刚现在才2局上半哦，还是趋前哦。哇。内野防守圈还是缩小的状态。那现在守备方当然是希望在封杀的情况可以阻止3垒得分了。少棒只打6局而已了哈，这边也是要跟常常看职棒的球迷讲一下啊，哇，穿越出去了，安打，安打啊！就是2个跑者回来得分，原本1垒的跑者都上到了3垒，敲出安打的卢启华2分打点将分数追平，4比4平手。缩小内野防守圈付出代价了。这时候马上换投手了。哇，连续的5棒，我觉得就是教练要看到的，包括安打、上垒、短打，关键的安打都有出来啊。所以趋前的情况之下打这么强劲啊，2分打点了，非常珍贵。中国小这时候也来做一下手背上的跟动先发投手。
好，因为呢他们的球衣背号都是85号，所以这边我们要再等大会。哦，我只能看身材，应该是第4棒。刚刚看到的徐祥军，善于镇守中外野。要确定一下，因为我只是用目测而已。哦，对了，许祥军是投手没错。朱立成移防到一垒手。哦，原来的先发投手陈善宇是守中外野，好，那中外野手朱玉成来守一垒，那原本的一垒手许祥军上投手丘当投手。哇，又有触身球了！哇，这个这个不是吧？林国祥又获得了一个触身球的保送，单局3次，一出局又形成了一个满垒的状况。接着上场打击的3棒的李安家，哦，也挨了触身球。哦，那现在是轮到第4棒喽。哇，今天4棒的一个对决。哎。一出局满垒，第4棒的林世凯上一次打劫是敲出安打，哎，我现在是中正国小的投手哦，要稍微先缓和一下哈。我连续的状况都是投手这边控球有一些问题。哦，这个球是个坏球，对，现在一出局满垒还是在缩小防守圈，应该就是教练的指示了啊。所以看起来教练的想法就是不希望让对手得分呢。因为如果守在正常的位置，双杀可能机会不大。所以目的很明显就是不希望3垒的跑者回来。哇，结果2垒手没有接到这个球。今天中正国小的2垒手挥魔喊，非常的忙。2垒方向的滚地球给2垒手没能够稳稳的接获这一球。和新国小再次的跑回2分。刚刚2个跑者都回来得分了。14号下。哇，要换2垒手。对。14号下，15号上，4、5，断掉。好，现在把2垒手杨玉祥换下来。队长休息。要换上王佑勋，换上球背号15号邱俊伟。哇，现在和兴国小反而是6比4，超前了。哇，盗垒！我变成一个纯盗垒啊，没有双盗垒。因为3垒跑者要判断球的一个高度比较不好判断，投手又这么高啊，所以只要投手跳起来接的话，3垒跑者有可能会被夹杀出局，变成一个纯盗垒的一个成功。一出局2、3垒还有跑者，打击的是第5棒的简奇恩。所以刚刚呢，球评大把潘中伟讲的那个，可能跟大家看成棒、看职棒不太一样，就是因为你会。一般来说，1、3垒有跑者呢，捕手传过去呢，职棒的话可能是2垒手或游击手会切出来，在2垒棒那边接球，中间看懂。可是少棒不一样，有可能是投手就跳起来接，因为比较短，对，距离比较短，然后投手真的很高的话，就不用游击手或2垒手切过来，由投手直接中间拦截的。对，所以除非目测真的很高3垒比较好起跑。那这个少棒跟我们一般看职棒有时候还是有点不一样。刚刚呢，投手许祥军呢3振了打击的简奇恩，现在是2出局了，投手自己接到这颗球，传往1垒，刺杀第6棒的李冠霖。不过在2局上半呢，嘉义县和兴国小是打了1轮9个人次，攻下了4分，目前6比4领先，添得了4分。
这场季军战要进入到2局下半了，高雄市中正国小的进攻了。哇，中正国小呢，在前个守备方面呢，哇，发生1次的失误，然后还有3次触身球啦。对，中正国小的，所以投手比较不稳定的情况啊，加上2垒手又有连续的失误啊。不过真的是1年1次的徐生明少棒赛，也是让高雄美浓乡亲们真的非常期待的1年1度的大盛事哦。而且现在是今天11月28号，有看到吗？有看到吗？高雄的太阳还是很热情呢，跟黏哦，又很热。真的是打球的好天气啊！哇，快12月了吧？吼，跟黏。所以我们都说南部基本上没有什么冬天的，对对对，大概就是夏天跟秋天而已。超级霹雳无敌宇宙世界高的高飞球。哦，游击手把这个飞球接杀，后退1步接杀，形成了1人出局。对哦，球评拉马潘中也是屏东人哦，比美浓要再更南边一些。对，我们太阳都比大颗的。哇，就是很热情的哇。不过真的讲到这一点哦，我觉得今年第5届有一个非常感动的，因为其实每次办比赛最怕就是下雨。还记得去年吗？哇，去年真的就是第4届的徐生明少棒赛，下雨下到整个预赛，都有一些就只打3局，因为真的很难完整的打完了。对对啊，然后甚至还真的已经真的是积水了啦，也怕小朋友受伤，还有一些是猜拳的，真的没办法哦。我今年就是天气好。非常棒啊，非常棒哈！大家都打得非常的开心，小朋友也很期待能够比赛啊！哇，就因为下雨的关系，没有办法打成，或者是哇，真的只能打个3局啊！你落后了，其实你就没有办法能够反攻，就会我觉得很不甘心。林少仁连续获得4个坏球，遭到了保送。4坏球，中正国小的第1棒林少伦2次打击都是4坏球保送哦。对自己的好球带非常清楚哦。所以你看连续几颗球比较高的或低的都把它选掉。而且少棒的球会自然下坠啊，所以要看到最后。那现在是中正国小落后2分，换他们落后2分了。不过现在是1出局。中正国小大概1棒到6棒，挥棒都蛮有速度的。哇，打之前还大喊一声，漂亮！凹洞，这个一开始是安全回垒，但是呢，他脚没有跟上去踩垒包就站起来，小动作被抓到哈，就一垒手很积极的马上做触杀，对，哇，不过这个一定会成为他一辈子都记得很清楚了哈，就变成一个这个是一个双杀呢，那边先接杀，然后这边一垒呢。回垒是安全回去了，但是又站起身来的时候，已经离开了一垒垒包的保护伞，被触杀出局。2局下半，中正国小没有得分，4比6，2分落后。比赛马上要进入3局的前段，但是2分的核心国小来进攻。哇，前一个半局的一垒手要给他拍拍手了哈，核心国小的一垒手李安豪，刚刚那个真的可以形成一个教材了。真的非常机警啊！第一时间虽然是 safe，
你看哦，回传过来，当然第一个时间也可以说是 out 哦，结果裁判是先判 safe 啦，只是说这边的教材是那个跑者，对，不要自己当裁判，所以他可能看在前面，他可能自己认为自己已经出局了。另外呢，大家如果真的小朋友也是一样，有看职棒，看甚至美国大联盟，你回垒之后是脚要，你要一直摸的，对不对？然后你这个要站起来的时候，脚也要跟上去，脚跟上踩到垒包之后再放手。对，或者是你趴着没关系，直接喊暂停。对，也是。然后要听到裁判允许你的暂停之后，你才可以站起来离开那个垒包。我常常讲。垒包对于跑者来说是一个保护伞一个你在那个碰到垒包，你才被人家tag 完成不会出局，要形成一个习惯。对，这个挥棒落空，遭到3振。挥棒落空，第7棒的林浩庭遭到了3振1人出局。一出局，所以刚刚呢，他可能是自己就当裁判，觉得自己出局了。我觉得是因为他扑回来的时候，可能听到接球的声音，但是他手还没有碰到。对，确实也是。可是裁判第一时间判 safe。所以整个专注力啊，他可能自己已经先松懈掉了。3垒手这个弹跳球的处理就不错哦。中正国小3垒手精彩的手背接球传向1垒，射杀了第8棒的李修，2出局。这弹跳抓得很好。你看他弹高的这个瞬间，他往前了，所以接到之后，整个重心也可以往1垒这边来做传球。好，轮到136公分的吕冠廷。上次是做了一个很成功的牺牲短打，也串联起来2局上半的攻势。上个半局攻势真的很顺啊。然后他自己好球带顾得很好。对，也很好顾哦。他完全知道自己的优势在哪里。这个出棒也不错哦。打到外野，但是被右外野手给接杀了，是一个3上3下，结束了3局上半。和信国小的进攻没有再添分数，还是6比4领先。和信国小的进攻形成一个3上。哇，这个空拍机可以看到我们美浓地区哦。美浓地区呢，在过去长久以来，其实最早是种烟叶的哦。那但是呢，这个烟叶产业最近几年比较没落了哦。那大家就改种很多的经济作物，其实还是一个务农的地方啊，包括种很多的花啊，徐生明总教练在在这个徐总国际少棒赛的记者会的时候有说过，其实去年第4届跟今年第5届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些不一样。怎么不一样呢？徐总已经不是职棒最多胜的总教练了，是被拉米狗桃园队的洪一中总教练的胜场数给超越了。那715胜哦，这是徐总的记录。那洪总现在已经累积到750胜了，不过记录就是给人家破的嘛。虽然徐总已经不是台湾最多胜的职棒总教练的记录保持人。但是呢，也由于今年我们看到了洪一中总教练破纪录，也让我们知道原来徐总的纪录有多么的难得哦。过了这么多年才有人超越他的纪录，你要花很长的一个时间呢。对啊，而且球队战绩也要很好。对。
因为真的在台湾哦，职棒总教练很难当，而且要当得久的又更难了，所以你要累积到700胜，就真的很不容易。对你职棒总教练要度过好几个阶段了，包括冲战机的时候，那包括球队的一个整合啊，对，那然后到一个比较稳定的阶段，就是像现在洪总的阶段，很不简单啊。那很多总教练在第一个阶段冲战机的时候，就没有冲上去，就被刷下来。对，可能就直接换人了，而且常常在一整个球季啊还没有完整，可能中间就要换掉了。所以在中职淘汰率是很高的。没错。第3棒的林德玉获得了4坏球满球数之后呢，这边是投出了4坏球保送了。上场打击第5棒投手1号陈。对啊，因为现在呢，累计整个全台湾也只有2个700胜以上的总教练。对，第3名的大家知道吗？谢长亨总教练只有300多胜的样子，所以是真的就是一个很大一个落差哦。所以更知道徐总，他记录虽然被破了，但是真的是很不容易的。现在呢是投手这边，有点不太稳定。现在核心国小还是领先的，所以防守方这边喊了个暂停。核心国小教练非常忙碌，他们有3个教练，每一个半局下来，3个教练就互相提醒他们的一个部门啊。是哦，所以暂停的时机也喊得很快啊。面对的是第4棒，看这个身材哦。这个挥棒有职棒的一个架势啊，是。很有力量，许祥军简其恩就是维持他把球压低的这个想法，把它控好。对，现在是2个好球了。哇，这个175公分，67公斤。我觉得应该有70公斤了，会重啊，就很重啊，我们客家话讲，很壮啊。高雄市中正国小2分落后，这颗球打到一垒界外区的飞球被一垒手接杀出局，一垒上空的飞球遭到了接杀。其实高雄市的中正国小，你看他们的球员然后这个身材都很好，一个比一个高。对呀，哇！所以刚刚特别提到，他们在第1局连续的一个安打，打出来的球都蛮强劲的。高雄市中正国小的总教练是游生平总教练，过去也是台湾职棒大联盟时期的职棒球员然后还有他们这个一脉相承上去，还有高雄市的大人国中林赞兴教练那其实呢，核心国小的教练苏茂松也是过去的台湾大联盟的球员，也是职棒球员。对啊，这几年呢都纷纷的投入基层我现在基层有很多职棒退下来的这些选手。对呀。那好处啊，就是在比赛中可以提醒的地方就很多。因为教练本身有经验了，所以可以直接给这些选手帮助。3个坏球了。连续的投球可能在体力上面有一些影响，所以刚教练叫了一个暂停，希望他节奏上可以稍微调整一下。哇，太低哈。连续4个坏球的保送呢。对，这个半局2次的保送。一出局1、2垒有跑者了。中正国小形成一出局。那最主要当然也有压力啊，因为现在2分领先了。那又是轮到中心的棒次，刚刚第1局被连续的安打，所以投手也投得比较闪一点。打者这边是请教练再下一下暗号。一出局1、2垒，左打带跑吗？面对左投手，第1球就猛挥，哇！这个球，场地规则的2垒安打，在界内落地了之后，再谈到了全垒打墙之后啊，场地规则的2垒安打。没有，其实他第1次打的时候，我就说大家可以稍微记一下这个名字。林少威真的很厉害。
手游级有速度，又会打击，又是左打。对，现在又打第一球，哇，这个挥棒很扎实哦。对啊，非常顺畅哦。哦，有很好的运动能力。15号邱俊伟。因为是场地规则的2垒安打，所以2垒的跑者就免费推2个垒包回来得分，1垒的跑者只能够停在3垒，林少伟也只能停在2垒。现在已经追进了5比6，而且一出局2、3垒还有跑者。一样在守备的布阵也是趋前了。现在3局已经是比赛来到中段了，所以对分数教练也是希望可以把它守住。打劫是邱俊伟。那其实啊，高雄市中正国小在今年11月，现在是11月28号嘛，11月中吧，好的崇光杯比赛，他们拿到了第3名，也是全国第3名的。那崇光杯的比赛是比较靠近这个徐生明杯的比赛，所以可以参考一下哦。冠军是桃园的龟山国小啦，然后第2名是桃园的中平国小，第3名就是高雄市中正国小，第4名是宜兰县的三星国小。所以中正国小在整个国小少棒的部分呢，实力真的也是非常的强。其实他们在这一届的徐生明少棒赛中正国小预赛，哇，都大胜，17比1打败了台南崇学国小，然后12比2打败了台北市福林国小，10比0打败了桃园华勋国小，预赛都是得10多分的，都赢10几分，都赢2位数。那到了复赛的时候呢，中正国小16强赛11比3打败了日本的中野国小，然后是11比2击败了地主高雄市的美浓国小，就是刚刚4强赛0比6输给了桃园龟山，就输这么一场，前面他们通通都全胜所以只能够来争季军。2垒哇，传本垒，哇，漂亮！好斗，哇！和新国小的2垒手里冠霖，所以区前的守备这时候发挥效果，形成2出局。哇，这有3个要件，第一个要接得好，对，第2个加上他的判断传本垒，第3个就是本垒的攻防，哇，捕手这边要整个挡住一个头拉骨，冲过来哇，这边挡住了1分，而且形成了2出局1、3垒还是有跑者。有好的守备对投手对球队都有很大的帮助啊。我发现现在小朋友左打越来越多了。后天的养成啊，也会希望他左打如果练得好，就持续让他打。我觉得未来搞不好左右开弓，因为现在在这个美国大联盟很多左右开弓其实有它的价值啊。但第一个还是要选一个好的方向。对。比如说左打练得好，先把它固定起来。因为其实他们都不是天生的左撇子就是进到少棒的时候，教练就会说你练练看左打但不是每个人都练得成的啦你天生是右撇子。对插到屁屁，可是触身球，3个40球哈。获得了保送。这边考验投手的一个稳定度了。那边蛮累了。和新国小只有领先1分。插这个削到小腿肚。第9棒8号朱玉成。第一球要特别注意，打者也会特别锁定。哇，真的猫第一球，哇，2垒手没有接到
3垒跑者回来得分，2垒跑者也回来得分了。2出局满垒，球打出去就向前冲，是2个跑者回来得分。带着2分的打点。真的是打第1球啊，朱玉成。展哥说过，2出局的安打最珍贵。对，2出局之后打出的安打，打回了打点最珍贵的了。现在反倒中正国小以7-6又到领先1分了。朱玉成也了解保送之后投手想把球投进来的一个想法比较高的位置选球也没问题，打出安打。而且中正国小这边的教练呢，我觉得这教练也很信赖选手。他没有说你第1球就不要给我打哦，我凹保送什么，因为他是第9棒哎，完全开放让他喜欢第1球就出棒。对，哇，这个又是打得相当的远，这有的跑了。对，并没有弹出全垒打墙之后，是垒上2个跑者，1、2垒的跑者都回到本垒得分。打击的第1棒的林少伦是一支3垒安打。垒上跑者有一口气全部。哇，又是2出局之后持续得分了。中正国小这就是中正国小的特色，非常有他们的一个攻击能力。陈柏如，现在是9-6，这个半局已经攻下了5分。7-5-1，好，谢谢。啊，投手要换了。17-5-1。主审裁判李英宗先生说17-5-1的意思呢？就是1就是投手，到7到左外野去，然后7到5就是左外野手到3垒，对，然后5-1就是3垒手就到投手的位置，好，所以呢，其实，在裁判先生、记录老师这边呢，他们都很有默契了对，就喊4个数字，就可以把这个换人通通交代清楚了。左外野手林浩庭移防到3垒。是李冠廷，3垒手李冠廷上投手丘来担任第2任的投手。第2任的投手由第1棒的3垒手李冠廷来接替。3垒有人。练投完毕，第1位要面临3局下半呢，中正国小打者是第2棒。高雄市中正国小也要进入到第9个棒次上台打了，也是打1轮呢。对，很不简单，2出局之后连续的安打串联啊。对，这个球漏得并不远。来，外部。准备来，外野的外野。中外野手 OK， 把这个飞球给接杀了。不过在3局下半，高雄市中正国小打了1轮9个人次，一口气呢灌进了5分，目前9-6到领先3分。国小的进攻，这半局。你帮我换线，线是不是？第5届徐生明国际少棒赛现在要进入到这场季军战的第4局了。4局的上半，嘉义县核心国小的进攻啊，原本他们是分数领先的哦，6-4领先。不过在3局下半一口气呢被
中正国小攻下了5分，吃了一个大橘子，攻下一个大局。那现在和信国小是6比9，反倒是3分落后了。前面1号李冠廷。今天两边都很会得分哦。现在比赛来到开始要进到后段了。对，所以包括打击，尤其是手背，手背如果可以稳定的话，对投手会有比较大的一个帮助。嘉义县和信国小是从第1棒的李冠廷开始打起。现在也是投手。对，他也是变成了第2任的投手。我倒是中正国小的第2任投手上来许湘云之后，哇，他投的蛮不错的，都没有被打出安打。哇，球速很快。对，前个半局还投出一个3上3下的半局哦。他个人就投出2 K 了。对，许祥军许祥军，哇，挥棒啊，擦棒被捕，遭到3振。李冠廷擦棒被捕球，遭到了3振。形成1人出局，一出局和信国小接着上场第2棒捕手2号卢启华。这个投手他给有夹夹，客家话就是快的意思。球速够夹，很快。这个是应该是我们说有什么日本甲子园超高校级的选手啊，这个是超小学级的。真的，你看他又高啊，所以他投球高压的这个角度也不好打。这个球打得不错哦。其实第2棒的卢启华打出第2支安打嘞。对，第1次打击就是缩小防守圈，打一个中间很强劲的穿越安打2分打点。这一次的出棒，接着上场打击第3棒一垒手10号李安佳。他告诉我们，他不怕快速球。对。其实国小打所谓的比较高的球，靠近腰带以上的球都打得不错。2垒手接到，看看2垒那边最后没有把球传出去，还是选择传1垒。2垒方向的滚地球，2垒手自杀了李安佳，形成了2人出局，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因为第一时间他球没有拿好，所以没有拿好的情况之下，他就不传2垒，所以传往拿出局数几率最高的1垒。对，林世凯。轮到第4棒的林世凯了。进入到中心打线，看和信国小能不能够把分数要回一些些哦。现在已经4局上半了，少棒只打6局的哦。所以刚刚2垒手是真的没有球没有握紧了，不是想说，现在领先3分了，就那个好吧。所以他第一时间他转是往2垒转。对啊。我也讲过，其实棒球场上做的任何的动作，每一个动作其实都是朝着几率高的地方去做的，成功几率高的，为最大的前提啦。任何动作都一样。所以像展哥说的，第一个你要想几率，所以你要把场上的一些状况先放在你的脑海，你才知道说这个球打来做哪个几率最高。对，不会因为要抢快或者是前面有跑者被他吸引了。这个就真的很难了。出现4外球保送喽。有机会啊。2出局1、2垒有人，和信国小上场打击第5棒左外野手9号简奇恩。打第1球，有几手这个不规则的弹跳，他没有能够接到。2垒上的跑者卢启华拉过3垒，回到本垒得分。哇！1垒的跑者林世凯上到了3垒，打击的简奇恩也抵达了2垒。2出局之后，哇，这个不规则弹跳的安打，简奇恩有1分的打点，7比9，剩下2分落后了。最后的弹跳靠近身体，突然弹起来，所以有机会的话你要趋前。但是要趋前又有一个难处，因为跑者在跑，对，
所以不想要跟跑者冲撞的一个情况之下，所以他停在原地了。我这个在守备的过程啊，这个真的很难去控制好。对，有点两难呢。哦，你想要趋前，但是跟跑者发生冲撞怎么办？所以正常来说，你要守备的话，还是可以趋前。哦，在职棒的一个场合，你就是可以要有经验。跑过去之后，但是你眼睛还是要盯着球。哦，游击手这个球拦截下来，传往一垒，刺杀了打者李冠霖出局。4局上半，嘉义县核心国小追回了1分，目前7比9，剩下2分落后。结束了4局上半核心国小。这场季军战要进入到4局的下半了，高雄市中正国小的进攻。徐生明国际少棒锦标赛迈入到第5届了哈，第5届了。以感恩跟传承，那在这届的比赛呢，特别是过去徐总带领味全龙队的时候，帮带领味全龙队拿到了3连霸，哇，建立起这个味全龙王朝了。那这次的比赛呢，包括过去的味全龙队的选手黄平洋、罗世信、杨介仁、洪振清、郭建林、许胜杰都有来攻襄盛举。对啊，大家都是还是非常的怀念徐总。好，4局下半。这个半局呢，中正国小是从第3棒开始打起，中心打者要轮番上阵，需上场。投手是第2任的投手了哈，核心国小第2任的投手李冠廷。上个半局的攻势就从林德玉的保送开始。对，而且是2好3坏哦，就他保送之后开启了打了1轮。9个人次，结果是冠军的逆转了5分。对，本来4比6落后，变成9比6领先。那前个半局核心国小有追回1分，现在是2分差距。现在分数拉锯的很激烈啊，只有2分差而已。掉中了！哇，这个 high fastball 掉中了，很准，赢得一招到了3振，中正国小接着上场打击第4棒。这是今天中正国小的打者小朋友吞的第1 K 而已哦。对，刚刚那个球就很明显的，就是那种看得到，看起来很好打，但是真的挥出去的话，常常打不到，挥空。觉得好像应该要掉下来，但是没有掉，所以这是很刻意做的一个吊高球。哇，这个就高的就被打中了，恐怖的许祥军。这个第4棒，许祥军很高啊。所以正常的吊高球对他来说只是很好打的一个高球而已啊。还要再高一点，要到他的肩膀，他才比较难打。对，你看在腰带上方而已。对啊。第5棒1号陈善宇。哇！出生球，又出现出生球了。今天双方各
投了给对方3次触身球，加起来6次了，各砸到对方3个人呢。我现在要看一下小朋友的一个状况哦，靠近后背的一个位置。对啊，又是这个后腰这边哦。啊，这个是硬式的哦，硬式的。软式的话是皮会很痛，因为它比较软。那硬式的话会痛到骨头里面。是，这是我从小到大被触身球的一个经验啊。哎呦，眼泪都汪出来了。哦，这真的很痛。不哭啊。对啊，毕竟他也只是一个小学生而已，学生啊，真的是小学生。打击第6棒游击手林少威。哇，这时候忍痛还要看暗号。对，哎，还是很。这边打第1球，打穿2垒防线，形成了安打。哇，林少威，哇，又没接到。哇，这个一路滚到全垒打墙角下去了。得上2个都跑回来。穿越安打，球一路滚到了全垒打墙边，现在一记带着2分打点。好了，大家真的要把林少威这个名字写下来了。真的很会打。精彩的挥击。哇，他今天都是承先启后的一个角色。对啊，第1局、3局还有这个半局啊，都打出安打。邱俊伟，哎，这个球不打有可能是坏球哎。结果他这个挥棒真的很顺。这边又加上中外野手的一个失误哦，本来是1垒安打了哈，1分打点。那现在是因为中外野手的失误哦，跑回第2个，同时呢林少威也抵达了3垒，现在才1出局。11比7，现在中正国小领先4分，同时才1出局，3垒还有跑者哦。画面上看到就是徐师母哦。哎呦，捕手挡得不错哦，3垒上有跑者哦。我刚刚挡球是一个非常标准的动作，整个身体移动过去。但是移动过去，整个重心还是维持很低啊。哇！这边传球方向的滚地球，3垒手接球传向1垒，来不及哦，形成了。哇，是很努力去接住那颗球了啦，意识到了。对啊，因为这一球不好接，也不好处理，真的不好接，弹成这样，他已经跳很高了。对，接下来上场打击第8棒，这是游击手。他还很清楚哦，知道说球要投低一点，就算来不及啊，也可以让1垒手可以好处理。对，不要爆传。我3垒跑者军是回来得分，12比7。所以从小就可以培养很多不错的观念，这个观念把它养成了是一个反射的一个动作。哎呦，这边前面说分数呢很焦灼，但是呢现在是5分了耶。其实这是有扣斗的耶。对，4局是10分呐，5局是7分差。也就是说，如果这个半局中正国小再得到2分，对不对？14比7，7分差的话，那就是和兴国小5上。本来正规是打6局啦，5局上半变成最后半局进攻机会了。啊，如果这个半局一下拉到10分，17比7的话，就结束了呢。哦，哇，这个偷点点的好漂亮。不及哇，真的完全来不及。这个危机又形成了一个内野的安打。哇，这个偷点。他点的位置、力道都点得很好。接下来上场打击第9棒，这个叫大联盟的选手来，可能也来不及。你看他点的位置，沿着线边，然后又投手没办法处理，只能靠3垒。真的完全出其不意啊！好，偷点就是要抓一个出其不意的效果。哦，
哦，不错，一垒手这边呢接到才一垒垒包，刺杀了第9棒的朱玉成。2出局，但是呢，原本1、2垒的跑者推上了2、3垒。哇，那我刚刚说的就是要口斗的话，再2分就会变成相差7分喽。要看这个第1棒林少伦。林少伦前3次打击通通上垒，2个获得4外球保送，另外1次是一支3垒安打2分打点。少棒通常第1棒都是很黏的哦，然后选球也好，也不容易被3振的。哇，结果这个爆头，3垒跑者回来得分了，2垒跑者也上3垒了。所以第一时间球就弹到场外了，变成一个停止球。哦，这个球，这现在是13-7了。中外野手接到了，这一接很重要。这一接真的就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了。好了，现在4局下半呢，中正国小攻下了有4分，13-7，领先6分。中正国小的进攻点。这场季军战要进入到的是5局上半呢，嘉义县核心国小的进攻。刚刚有讲到2出局3垒有人，那个中外野手可以接到是很重要啊，因为呢有提前结束比赛的这个规定呢，5局打完相差7分的话，提前结束比赛。延续他们的一个攻击的机会。对，这个应该是刚触身球，现在正在冰敷哈，真的很痛。对啊，这次呢，徐生明少棒赛真的有很多的热心的单位在帮忙啦，那真的还有联兴医疗集团，有特别呢在这一次的比赛当中呢，有一些医护人员也来特别的当小朋友的看护天使。每一届都要真的要很特别感谢这些各方赞助的单位，对啊，才可以让比赛顺利的进行。好，5局的上半呢，核心国小现在是6分的落后。至少他们这个半局不会是最后半局的进攻机会了只是说，如果真的5局下半中正国小又真的在得分把分数拉开变成7分差的话，也是会提前结束比赛的，就是。所以核心国小呢，其实他们也有得分能力。现在要突破许祥军的一个球路，速度可能就要想办法先跟上。许祥军的速度蛮快的。真的是很快，各位夹很快夹对，就是客家话说的快。快的相反就是慢嘛，客家话的慢就是慢，很像，各位夹，各位慢。
哇，这个直接被拉掉了，良好3坏满球数，判断的时间很短。一出局上场打击，核心国小第8棒右外野手11号李怡修。一出局了，那第8棒的李怡修。哇，这测速枪已经也有测到了，都是破100公里。对，哇，少棒的一个投手球距离很短，对，加上投手身材又高啊，角度又好，你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多反应的时间呢。而且打击的也是少棒而已哦。对呀。所以一般的成棒啊，其实也不是说成棒，其实国中青少棒之后的那个比赛的场地规格就跟成棒一样了啦，对不对？所以这投手板到本垒板是18.44公尺，那但少棒就16公尺，那所以你所以你这个打击区所感受到的。那个速度更快，这个是4坏球吧？哎呦，不要再出生球了，今天2边各3次了呢。接着要来上场打击第9棒中外野手12号吕冠。保送的原因主要是3个坏球走在前面，所以教练上来希望，我觉得啊，他希望把他的一个好球带投往红中哦。哦，现在直接换头了。哎呦，中正16。16就是1的守备代号就是投手的代号嘛，那6是游击手，就是游击手跟投手互换。哇，林少威哦，我说要记住这个名字。这个小朋友哇，又能投，对，右手游击，又能打，又会跑，哇，3拍子选手，长得帅一点就是4拍子选手，还有加脸。那他又是左打哦。来跟替守备游击手林少威来登板投球，投球的许祥军移防到游击。但是最近几年呐，大谷翔平的崛起，哇，这还真的有人可以在职棒的领域投打双7、2刀流，都是顶尖的成绩。以前只在漫画上看得到而已。是啊，现在现实的状况，而且是日本最高的一个职棒殿堂。对啊，是真实出现的。那现在还要去挑战大联盟，美国大联盟，哇！我当然在这个少棒，甚至一直到高中青棒都还有可能这个2刀流。好，林少威上来投球，面对第9棒的吕冠廷。哇！这一球弹起来，主审挡了一下，是主审啊！哇，所以是主审中弹啊！对，主审裁判李英宗先生。哇！你要懂啊！你要懂啊，对不对？哇！左胸口，挨了一下。哇，这游击手太高了，飞不过去。根本不用跳，真的不用跳。游击手就是刚刚的投手，175公分的许祥军。1号李冠廷，这一球打得不错，但是运气比较差。许祥军移动2步就接到了。我看起来中正国小的可用之兵蛮多的，所以在投手的调度很明确哦。很快有状况，一个保送马上就换头。换上来的林少威，他就是很明显的右投左打嘛。我们刚看他左打都3支安打，投球是用右手投球。
手没有拦到，来得及吗？好斗，二垒手补在后面呢，刺杀了打击的第一棒李冠廷出局。5局上半，核心国小留下2垒的残垒，并没有得分。哇，这个一下没有被球打伤哦。那核心呢，现在是7比13落后给中正国小。6分领先的中正国小要进入5局下半的进攻。好的，这场季军战呢要进入到5局下半哦。今天11月28号礼拜2，在美浓国中，稍后也要进行冠军争霸战。如果正在收看包括麦卡贝网络电视台的 live 直播季军战的朋友，还有很多手机 APP 平台的季军战的朋友呢，待会今天11月28号礼拜2的下午的1点30分。第5届徐生明国际少棒赛的冠军战就要登场，将是由桃园市的龟山国小对上的是韩国丽水溪国小，来争夺这一次比赛的冠军。好了，那不过这场季军战呢，现在进攻的高雄市中正国小5局下半的进攻13比7，领先6分。这一个半局只要攻一下1分，比赛就要提前结束了。对，所以嘉义核心国小想要至少打满6局，还有6局上半可以进攻的话，这个半局就1分都不能够掉哦，要稳稳的把它守住。对，所以现在教练很清楚知道这1分在进攻这边呢，如果没有人出局，一垒有人的话，其实要作战的一个机会也会很高啊。真的吗？可以这样吗？拼口斗分呢？就短打这样会不会？但是今天中心棒次都打得很好。那如果我是教练的话，我会希望他们用攻击的方式。对，没有错。哇，插到出生球。对，插到衣服了。啊哦！第2棒的陈柏如获得了出生球的保送。今天3棒林德玉有长打有保送。展开攻势的机会，接着上场打击第3棒，右外野手3号林德玉。哇，这已经是中正国小这场比赛，你看才5局的进攻挨的第4次的触身球了，还盗垒，哇，都不用短打，直接跑上去了，还盗垒，哇，那这样机会也蛮高的。不过跟大家观众朋友说，这个是少棒然后，所以一般职棒都领先那么多了，是不会盗垒的啦，而且是要拼口斗分，不会职棒也没有口斗的啦，是真的是不会盗垒。不过少棒的话就没有这些所谓的不成文的规定，这些潜规则这样都没有，能多得几分就得几分。因为少棒的一个比赛，它变数很大，一个半局之内你可以得到的分数，真的有时候会一个突破口突破之后，可以得到很大量的一个分数。对啊。界外如果界内的话，可能就是一支再见安打了。虽然核心现在是劣势的一个情况，但是也是要专注，还没有出现最后一个出局或者是得分都有机会。投手不错这时候3振了对方的第3棒林德玉，找到了3振。中正国小接着上场，所以捕手很聪明，知道刚刚吊高球有效，对，再来一次，2次，对，2次。
目前为止，中正国小被3振2次，都是林德宇，一样都是同样的球路。他真的就是忍不住。那其实呢，虽然说是争夺季军呐，但是呢，许生明国际少棒赛也是感谢很多热心单位的赞助啊，所以其实还是有不是实际的奖金，而是呢，像是第3名有1万块钱等值的棒球器具棒球用品。那第4名是5000块钱，这最实用。对呀，对。那冠军呢是3万，亚军是2万，然后就是1万跟5000的等值的棒球用具哦。第4棒的许祥军，中国小1人出局，1、2垒有人。接着上场打击第5棒11号李俊祥。刚刚那个许祥军的保送可以理解，对不对？战略性的啦，对他这一分不重要了。所以现在1垒把它填满，现在也是一个封杀的一个状态。没错，就是你有双杀的机会那你不要跟这个第4棒这个硬碰硬，对啊，这么大一只。不过接下来还是要特别注意哦。捕手有接到哦。轮到陈善宇的打击。刚刚量好球没坏球呢，投到量好，投的比较闪，投到量好3坏了，还是得要对决啊。对，刚尝试了包括外角、高球，然后比较低的一个坏球都没有掉到打者，必须要来对决。哇，这个保送就让中正国小的再见分来到得分的大门口的3垒了，一出局满垒。哇，又轮到林少威真的，这个很会打。6号，可是有一个变数他刚刚手被球打到，对，他投球的时候，不知道会不会有影响这个球他前面2次打安打都打第1球，都敲安打，这边也是第1球就出手，但是他挥棒好像还蛮顺的，可是他刚刚其实下场的时候，在我们后面这边简单做一个治疗，对，所以手应该还是蛮痛。他刚当投手的时候，面对一个打过来的强袭球，挡一下，哇，这一棒应该就要再见了，应该拼了，对，再见的高飞牺牲打，对。深远的右外野方向。好，其实呢，我常常讲，你被人家再见高飞牺牲打，不要急着擦眼泪，去配合一下，触警裁决3垒，这是你唯一能够做的事情。他有没有先离垒？避如一下。对啊，就是配合一下，他是不是有提前离垒不然你什么时候不能做了搞不好有时候还可以成功，也不一定啊。好，不过这个是林少威的再见高飞牺牲打，帮助了高雄市的中正国小以14比7提前5局结束，击败了嘉义县的和兴国小。高雄市的中正国小拿下了第5届徐生明国际少棒赛的第3名，拿下了季军。而至于嘉义和兴国小，则是这一届比赛的殿军第4名。好的，不过呢，相信呢，小朋友在这4天下来，在徐生明国际少棒赛都有感受到有收获满满了这场比赛真的
老实说，中正国小在打击火力的部分还是比较强一点。不过值得让小朋友们要多注意的呢，还是手背失误的部分。对，比赛一开始可能比较紧张，所以有一些弹跳球一开始没有处理得很好，所以比赛一开始有失误，所以失掉比较多的分数啊。这是在未来比赛可以先把它做好的地方啊。是，那我们在这个转播季军战的部分呢，到这边就要暂时先告一个段落了。那如果在收看网络直播的朋友们呢，那等一下1点30分则是会有冠军赛，由韩国的丽水溪国小对上的是我们桃园市的龟山国小，希望大家持续的锁定啦。那我们这场季军战的转播到这边要告一个段落了，非常谢谢球评老板潘政伟，也非常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我是徐展元，我们下次再见，拜拜。第9棒单元，李杰，我们的身边李立杰，李立武，